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求你圣灵亲自来启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有圣灵节的圣灵降临节的圣礼典，那我们想说分2个段来分享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与圣灵同行的生命的第2部分哈。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等一下我们又一起来复习了哈。首先，我们是要来再一次确认，从这2段经文里面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印证，就是基督徒信基督，那你得救的印记到底在哪里？什么样能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你是得救了？那很重点的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读保罗遇见约翰的门徒的时候，在以弗所遇见他们，他就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信耶稣，或是你们受洗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表示说，保罗不管他们到底这个背景有多深对信仰理解有多丰富，先优先确认说有这个圣灵没有？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保罗把它阐释出来，就是印记。好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刚读的经文他说：你们也是这样，当你们听见了真理的信息，就是听见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真理的信息，得救的福音，就是同样从基督那里得到了。那你们信了，好，信，我心里面认识了，清楚了，我信。但是他说，上帝就把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你信了，听了，信了，试了，赐给你圣灵。那圣灵就是印记，那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基本功。无论是你已经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上教会，或是你在读大学或是高中，或是你最近才信主，请记得你优先要确认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归纳，就是说这个教导，第一个，我们听见真理的信息，得救的福音，来信耶稣基督。那这个信，就是因为上帝赐下他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归属他的印记归属他的印记各位大家都知道在座可能年轻一点的比较少用到了，像牧师这个年纪印章非常重要，其实现在也蛮重要。台湾到现在还是要有印件的那个登记证明好像有人一直在推动说签名最重要了，签名就是算了。现在很多比较不是很严格的这个文件，签名就有效。但是到现在每一个人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一定要有印件证明不过这个现在我们会碰到难题了啦，因为现在那个科技发达到一种程度，你的印件可能还被人家仿造，别人的还比你像我就发现最近一个很重大的社会新闻，对不对？不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吗？5亿的财产突然间消失了，不是说消失了，就因为这样丧命了原来就是他的房地产，因为被人用不同的方式把它登记，而且是先登记跟他结婚，然后要把它继承下来就这样失去了生命。那我们看见说，那个就是一种产业到底那个印件对他到底有没有保障，反而是一种危害，对不对？那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一点，圣灵给我们印记，第一个100%确认，而且不失信，而且是帮你保护的，而不是抢夺的。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段经文也很重要。他说圣灵保证我们承受上帝的应许，保证。好，这个保证谁给你保证很重要。我们一般在社会出入的人都有一个提醒说你千万不要给人家保证，对不对？我们有一些上一辈的人曾经因为保证哇，这个家产都没啦，所以保证是我实力够，我能够负担得起嘛。我们的圣灵就是要保证我们能够承受上帝的应许，没有其他的管道，就是圣灵的保证，而且
他要把完全的自由赐给属他的人。这个产业不只是你的哦，你是一个生命得自由的人。自由的意思是说，你就不再被生命的捆绑，或是一些邪灵的搅扰，或是一些那个攻击，或是诱惑所捆绑。所以圣灵的保护是那么样的美好，外可以保证你的产业应许，内可以让你得自由所以一个产业得保证，属灵得自由的人，当然他就会颂赞上主荣耀神你看他第三个，我们一个简要的归纳就是圣灵保证我们承受上帝的应许，而且把完全的自由赐给属他的人，所以我们要颂赞他。弟兄姐妹，颂赞这个词从我们基本的人性来讲，你是好事或是欢乐才会颂赞，但基督徒他的颂赞更深入。深入的意思是说，你不管是情境是好是坏，是喜事是悲，或是顺利或不顺利，你的颂赞就是在前面。遇到困境，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我确信你是掌权的，会被把困难用颂赞来交托，把灾难用颂赞主来化解，因为他在神里面是自由的人。那这个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权柄但是我们常随着自己的情绪在运作，我喜欢了才颂赞。我们唱诗歌，我们的敬拜团好努力来带领，反正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就不唱了。其实心情不好，有忧伤，有软弱，有困难，特别有压力的时候，颂赞就能解决，因为圣灵在无形当中已经帮你化解掉。那基督徒这个要一个属灵的境界，因为跟你眼前所看的不一样，对不对？跟你的判断、跟你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不是牧师康水伯基说的，圣灵要让我们承受上帝的应许。感谢主，所以我们因此要颂赞他的荣耀。有圣灵当印记，有圣灵保护我们的产业，有圣灵赐下自由，你就是要颂赞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一段经文我们常常在读，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对圣灵的认知跟理解这段经文就一下子把你完成讲完了。三一圣灵的全备形象，在罗马书8章9到11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教导那我想说，现在中文的可能比较长一点，比较详细啦但是如果你可以背和合本的，把它背起来。所以要邀请大家第9节我们再来练一次好不好？慢慢的练，把那个词句融化到你的心里面。预备来，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好，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在一节经文里面，把上帝、圣灵跟耶稣都包含在内。那我们所以另外一句话，当然如果说请一位系统神学的老师，他可以把这一节讲的一个学期的课都讲得够。但是我们把它简化到一个程度，是说什么呢？你不要再对圣灵有任何的怀疑了，因为上帝的灵、圣灵、耶稣的灵都同样属于三一神。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向他求救，我们向他感谢，我们求神带领，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描述的是这样写那个填空的我没有把它标出来，我是把这3个三一神的圣灵给我们注明出来。他说：“至于你们既然第一个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自主权，我们的心灵的掌管权，不是靠我肉体的，或是我曾经的生命的经验，或是我曾经领受到什么教育，我是先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
然后他说你就不受本性支配，因为圣灵在驾驭你这个系统，就好像一台电脑、一台手机，或是更先进的科技，你不是用自己杂牌的自己操作，而是被一个最高阶的一个软体来运作。我们身体的软体就是圣灵，生命的软体就是圣灵。他说他管束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换句话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你要先确认说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那重点，可能大家理智上都能理解，它的重点在这里了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么样确认这个印记在我里面，基督灵在我里面，上帝灵住在我里面，我有受圣灵管束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操练，对不对？每一天的生活的体验。那我们一起从这些经文来得到一些学习了哈。第10节他说，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这个再一次强调到说，我们人类最极限的困境就是人会死嘛。但是他说，基督住在你们里面，上帝的灵要你们活，而且因为上帝已经使你成为义人了。就是说，好像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提的一个个体，我这个生命，我这个肉体，可能我一生活了几十岁，甚至100岁，到完了就消失了。但是因为被基督住在里面，上帝的灵让我这一个必朽的身体成为一个活的人，而且他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使耶稣复活的这个灵。第11节他先看这边，说上帝灵使我们活，并且使我们成为义人。而且第11节讲得更仔细他说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在纪念耶稣复活节，就是上帝的灵让这个被钉十架的耶稣复活。而且更奇妙的是说，这个灵同样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要住在你们的灵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那这句话就印证了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提到了吗？提到说圣灵降临在你我身上，就好像是第2次的道成肉身，对不对？他降临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无罪的个体，所以他成就了上帝一切上帝国的荣耀。但是你我这一个必朽的身体，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住在里面，我们也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力量。只是说，到底你的成分有多大？你被圣灵所驾驭，你被圣灵同在的力量，到底成分有多高？还是只是我们上一次说好像问导游的，根本没有把那个肉卤进去了。那这个是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成熟度，或是见证神的恩典，或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差别就在这边。我们在历史上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其实都很谦卑，他们知道说他们所做的事完全不是他们能力所能做，是圣灵同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就是在首尔的楚云音教会哈。那赵宏基牧师在2年前过世了，在疫情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在他手上不可能是他完成的事，因为圣灵愿意透过他来成就这样的圣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一段话，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浓缩，说上帝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那必朽的身体。我们是何等的恩典跟福气！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使圣灵，上帝的灵使他复活。他说，同样这个上帝使耶稣复活的这个灵，也要住在我们身里面，而且让我们也同样成为一个复活的体。那等于是我们一起分享，一起领受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呀。那这个是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基础啊。我们基督徒能够跟一般人不一样，不是我们比别人
有多优秀，而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然后你会成就一般人看不见或是不能完成的事。感谢主，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复习了哈，就是说我们人刚刚我提到了，圣灵住在你里面，到底你怎么样去感受？所以圣灵很体贴我们，从历史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多不同样式圣灵显现的记号，跟我们自己说，感受不到，但是有时候圣灵很体贴我们，用我们看得见的、听得见的、体会得见的。那时间的关系，我简短的把经文秀出来，大家再做一点回忆哈。第一个，圣灵动工的模式，第一个是上主使风刮起来，在哪里？记在民数记、出埃及记出埃及的这些故事里面。这个故事以前牧师提过，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因为缺乏足够的食物，所以对上帝抱怨，很频繁，甚至怀念在埃及的日子。后来摩西选了70个长老，那圣经说怎么样？这些长老怎么样？被膏立了，被膏抹了，上帝的灵就停在他们身上，上帝的灵在他们身上。所以不是圣灵降临节才有上帝的灵，对不对？上帝灵老早在运作，只是说它的不同阶段的属性告诉我们更清楚而已。其实圣灵就已经在这些选立的长老，因为他们要领导这好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没有圣灵的能力，靠自己是困难的所以他说会受感动说话。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神迹奇事，就是上帝的灵显示异象他说突然间上主使风刮起，成群的鹌鹑从海上飞来。那牧师上次提起在2年前曾经提过，说这个故事很有趣。他说研究那个鹌鹑的肉跟蛋很有营养价值有人把它称呼叫做动物的人参营养度很高所以这个鹌鹑呢，这是其中一个种类的图片是表示说，上帝甚至透过圣灵的风，把风从海边刮过来，一大群的那些鹌鹑竟然是跟着风吹到以色列的百姓的他们当中。这些人是圣经写的很详细说他不是1只2只他的鹌鹑多到整个脚高度，哇，好像都一堆连抓在笼子里面的那个鹌鹑的量也不会像那么多然后就集中在一起，然后这些鹌鹑就成为这个百姓他们的所需要的蛋白质跟养分。那圣灵用这种很直接的方式，就是供应肉类给他们，圣灵这样做。第二个，圣经我们也看到说，约珥先知的宣告，说上主宣告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约珥宣告说，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我的灵到每一个人身上，他会做不同的宣告宣告主的信息，做异梦，看异象所以耶尔斯说，那时我要将我的灵倾注在奴仆跟使女。好，圣灵进入到这些信徒当中，他会讲预言，他会看见异象，会做异梦。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好，第3个是我们看见一个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上帝显现给上帝的灵用各种方式显现给以利亚。那这个故事我们也蛮熟悉的，我就简单带过在亚哈王当政的时候，因为耶洗别这个皇后非常非常的恶劣带领百姓就去拜巴力、拜亚瑟拉这些偶像从圣经的描述当中他们夫妇当政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灵性最低落的时候，也是最可恶的时候，因为根本把上帝把他甩在一边。所以养了好多先知那些先知不是上帝的先知，而是那些拜那些神明的就是说用这些那一票人马帮他管理整个国家的一个信仰。
但是后来上帝兴起了以利亚，而且在遇见那个雨就像我们现在南台湾缺水一样，在求上帝降雨的时候，以利亚胜利了所以他就处死了耶洗别的先知然后被耶洗别他觉得没面子就觉得没有遇到那么大的挫折就开始发布命令，要把以利亚杀掉可能派一些武功高强的人准备要在半路把他截击下来。但是上帝怜悯，让他在仓皇逃命当中竟然没有被抓到。但是心太辛苦了圣经记载说以利亚逃到那个旷野，坐在一个罗藤树，我们叫做现在叫做杜松树的树荫下，他觉得非常非常的 upset， 就是说我明明是很成功，为什么现在变成要逃犯呢？很多人就是在最成功的时候变成是衰败的开始，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你在成功的时候不能过度的骄傲。那这个是有人拍下的杜松树的树了它可以在那边乘凉。圣经记载说，以利亚在走40昼夜，逃到西乃山，就是何烈山的山洞躲藏。那精疲力尽，心情沮丧。但是这个时候，在他最虚弱、最需要的时候，上帝的灵主动跟他显现。这是西乃山的照片在那个西乃旷野。那这个经文在19章9到13节列王记记载说，上帝的灵用多种方式向以利亚显现。上帝经过招来烈风，使山崩石裂而且上帝让这个地发生地震，地震之后有火，然后上帝在火中发出了轻柔的声音。换句话说，从以利亚的经验来讲，圣灵上帝的灵是让他非常强烈的感受啦，就是很明显到山崩地裂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不同的方式在展现圣灵的同在，因为人的有限，用这种方式。那我们更熟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降临节使徒行传1章4跟8节，耶稣就吩咐门徒们，他们要在耶路撒冷来等候上帝的应许，而且升天前，耶稣应许圣灵会临到门徒的时候，就会充满能力，而且在普世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2章2节说，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2章4节说，圣灵充满在门徒身上，他们照着圣灵所示的才能，开始说别种语言。好，我们只是简单的说，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或是介绍过，圣灵用不同多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个有限的个体，我们的知觉有限，我们的认知有限，或是我们的时空有限。就像你现在在教堂里面做礼拜，你可能人就不可能在外面的公园呢，或是在你的家里面。虽然透过现在的什么那个监视器可以看见，但是你人就不可能过去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圣灵同在，我们做一个认知跟理解，就是人类因为感官跟知觉的领受有限，所以圣灵就透过人们习惯的方式来证明他的能力。我们从前面看的这些经文、这些范例，就知道说有风啦、有火啦、有春雨啦、有膏油啦，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我们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我们一起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你如果没有圣灵，那你只是一个空口白话的基督徒，或者说你根本没有真正感受到那最美好的恩典，圣灵同在的恩典。但是我们可能另外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是说，那我怎么样跟圣灵同行呢？这一点是非常实际的嘛。所以基督徒你要天天操练出你跟圣灵同行的生命那我要介绍一本新书，它所提到的这些概念，也许让我们很容易去理解有本书是一个叫做大卫·赫兰德兹所写的，叫《与圣灵为友的生活》这位大卫·赫兰德斯呢，他是新兴的属灵领袖年轻的新一代的布道家意志侍奉者，也是口才很好，会当作家跟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位很年轻的大卫·赫兰德兹，他把他称作是新生代青年的布道家。
他这本书叫做《与圣灵为友的生活》，它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可以很容易去掌握住。那只要我们你体会出来了，你是跟圣灵做朋友就对了，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远在天边，不是找不到，是圣灵随时跟你同在，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用这样的概念去理解，你就知道说啊，圣灵不是离你很远的。所以它里面有几个教导，我们重复的上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耶稣所应许的，他说要耶稣应许不会留下你独自面对人生啊，就是耶稣应许了，他不会留下你独自面对人生，你的困境，你的难度，因为他应许会差遣一位可亲又有能力的帮助者圣灵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约翰福音4章16节，耶稣应许圣灵的一个这个标示。有几段话我们可以再一次确认，就是说，刚刚我们说我们人因为感官认知有限，很困难去理解说到底圣灵跟我同在，圣灵降临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哈。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很理解，说上帝和我们之间唯一的距离，什么距离呢？是我们对他临在的毫无察觉。我们人都陷在这个困境里面。换句话，用我们的话来讲说，其实圣灵就是在你我之间。牧师现在讲话，圣灵在看我讲什么。但是只是说我到底敏锐到他跟你同在吗？你有恐惧，你有没有敏锐到说，圣灵在帮助我，不要让这个恐惧来掩盖我全身？那就是你的认知，你的察觉，关键在于圣灵有没有得到从圣灵得到力量。因为好像就是圣灵已经把电源穿到你这边了，你没有接上，一直认为说我没有帮助，我没帮助，我很困难啊，我现在不得了，实在麻烦的。原来圣灵说我在这里啊，你有没有请他帮助你？就是他在这里了。好，所以我们如果把圣灵不要看成高高在上还要崇高伟大就不可亲近的那一种，就是圣灵是你跟他也是一个友谊啦，将带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要听见圣灵的细语，那你要听见这个维系的声音，你就要靠近圣灵。所以就像以利亚先知他不是说上帝的灵让大地震有烽火，哇，吵得不得了，但到最后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有轻柔的声音。我们常常忘记了圣灵用轻柔的声音跟你讲话。你关闭了那个收音系统，你关闭了你的触觉，你的察觉好像那个声音就各接在外面了。前2天我们的那个台南开始下大雨，我就跟谢牧说好像在下雨耶。哪里呀？原来赶快开门出去看，真的下雨。因为我们现在教会的那个隔音窗太好了，听不见外面在下雨，外面咚咚咚很大声听不到。你会不会常常自己把它关在一种隔音的里面、隔绝的里面，跟圣灵就少了接触？那如果我们要靠近圣灵，跟他做朋友，你就会越来越听见他，会更亲密的认识神。还有，你会对听见他的声音都很有信心，满怀着爱，住在他的圣洁里面。你会带着能力，行在他的神迹大能之中。或者说，整个圣灵的能量、能力都在你的身边，住在你里面，只是说你完全没有察觉到，或是没有去恳求，没有去请圣灵来帮助你。那讲一些比较生活的细节，也许你们就大家更清楚了我们现在人手机大概就是不离身了因为手机现在不只是通讯工具，手机就是你的万灵的宝典知识的帮助，需要什么就要求他。我们在上那个孙牧师的圣经课程哇，他讲得非常
非常的精彩。那突然间讲到一个搞不清楚，赶快查一下手机，马上就出来了，什么地点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性质啊，在哪里啊，图片都出来。好，我们很依赖它，对不对？你的生活随身的秘书，你会使用就对你很多帮助，但是你依赖它就被它绑住了。但请记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秘书不是手机，我们属灵生命的陪伴者就是圣灵。因为你要做抉择，你遇到世间任何的挑战、困难、风风雨雨，遇到抉择，遇到很多苦难来临的时候，你需要一位重要的帮助，就是圣灵。所以你既然手机一滑就有，为什么圣灵就连滑都不用滑的？那你都不会求助，而且不用插电的。所以前几天呢，有一位姐妹带着另外一个慕道友来牧师这边，说要我为她祷告，知道她遇到生活很多难处，我就拿一张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说明给她听了她看了觉得这很简单很好用她就说你需要一只手机，这个手机不用充电不用花钱随打随通原来这个手机就是你的跟圣灵你的祷告。所以基督徒我们看来好像很复杂，但是最后发现说越来越简单。你知道那个武功高强的人他的整个动作更简单不要摆那么多阵势，一出手就解决了。重点在这里，我们圣灵随时在身边要帮助你。记得求助，记得跟圣灵说我需要你。我们刚刚提到韩国的赵宏基牧师我们一般人他以前过世，但是大家把他称呼是一个圣灵跟圣灵同行的伟大的人物然后他有一个口头语，他就说每一次他要上台讲道或是要做一件事情，他就讲一句话说圣灵 Let's go 就好像就是邀圣灵一起同行了有时候他祷告一天祷告好几个小时，他觉得跟圣灵在相处多快乐，一切的困难都没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在生活上很多圣灵同在的方式是简单又有效。我记得我们说去韩国访问有时候我们参加他们的小组他们自己教会办的小组你要跟他们去嘛，他们一组一组带你去观摩我们一上他们自己开的车那个司机没有马上门关好了吗？好，出发没有？他就讲说，他就把手按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就低头开始做祷告。他就是很谦卑的说，这辆车交在圣灵手上，求圣灵跟我同行。我们都到现在已经厉害到自驾车，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出车祸，竟然他没有在开车在打瞌睡啦。那表示那个 AI 的技术还不到成熟到所有的有100%的把握，对不对一辆很好的车，你开起来很舒服感觉很有质感。但是再好的车，重点还是开车的人呢。所以我们这样最好的车、最高级的车，是一辆中古车都没关系。记得你这个人是要被圣灵掌管，这辆车就开起来比任何高级车都好，因为它可以带你平安回家嘛。你看发生车祸都是好几百万的那一种车，因为他很有自信，他认为这辆车绝对安全反而失去了那个戒心呢。有一个小故事在提到说，一个年轻朋友刚满18岁，可以骑机车了，就考驾照考来了。哇，他的阿嬷很疼他，就马上买一辆新车给他。哇，刚会骑车的人就很疯心，对不对？哇，到外面去飙来飙去，而且阿嬷为了让他平安还去庙里这个要了一个平安符挂在那个车头的车把上面了。开没多久哇，这个年轻人太冲了，去撞了那个路边安全岛，就整辆车
都不能修理了哈。啊，他就很生气，跟阿嬷说：“阿嬷，这平安灯没有效啊！什么我骑车没多久就一辆车就报销了哈。”他阿嬷说：“你骑几公里？”他说：“110。”哦，他说：“难怪你会出车祸，因为妈祖婆只跑100公里而已啦。”意思是说，那个平安符啊，只能保他100公里，然后110就补不上。这个是一个笑话，也可能是真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得平安得保护，你不是说我把它教课，他自己都不按照规矩来。但是也看到限制，圣灵不是像那种100公里的，而是圣灵就随时在你身边。他可以做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属灵的教导就是说，上帝圣灵能成就每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一起做，他宁可不做。你愿意求神来一起做。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努力，是因为我们在现代人的生活，因为科技太发达，我们依赖性太大，我们反而自己那种求生的能力少了。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们知道台湾因为有原住民那么多族啊，现在已经到15、16族了哈。我们觉得台湾很幸福，就是因为有原住民跟我们同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很丰富，对不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存哲学，就是他们的早期在山上没有电，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要在山林里面，在1、2千公尺的山林里面进去，可能1个月才回来去打猎。他们只要带2种东西就好，一种是一支刀，一支翻刀，然后再一个能够点火的，以前可能是一个火石啊，后来可能有一个赖打或者什么火柴，他们就可以在里面生存1个月。很多同学他的前辈说，他们一出去都要打完猎，然后在山上，然后才把猎物拿下来，不可能天天来回嘛。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因为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他们要靠这个最原始的力量。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把所有的生活都依赖到这些科技这些东西。我们常常在讲说，台湾如果真的有一天突然间停电1个月，大家不知道怎么生存，真的不知道怎么生存，因为我们已经被照顾习惯了。那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不是完全依靠这些属世的东西。愿神将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再一次重复上个礼拜这一段话，在一个重要的提醒。他说，基督徒不读经祷告，并经历圣灵内住来更新，就好像被邀进皇宫用餐，却仍然用免洗碗吃泡面一样，没有经历敬虔信仰带来的丰盛。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跟圣灵同行，你真的是在宝藏上面哭穷了，带着黄金去当乞丐。愿我们彼此学习，因为这个经历不是人说了算，而是你亲自去经历。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也一起分享说，你怎么样得到这种属灵的经历，得到神恩典、圣灵同在的力量。感谢主，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跟圣灵同行的生命，领受最祝福跟恩典。我们要一起来唱这一首短歌，这个诗歌，来见证神圣灵的同在会唱的可以跟用麦克风怎么样一起。